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印度总理71周岁生日；中共当局拒绝对遭关押的石曲县濒危藏人妇女提供医疗救治；联合国专家关切遭中国关押的西藏僧人果西热嘉措和人情次成的处境。司政边巴次仁结束对印度北部西藏学校的访问行程。第20届国际心理生理学大会展示对藏传佛教心理学的研究结果。驻北美办事处举办第19届北美藏人协会年度大会。驻北美办事处秘书长呼吁德国北威州能源部长促使中国恢复藏中和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9月17号致函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祝贺他迎来71岁的生日。尊者在贺函中祝贺莫迪总理在面临诸如影响全球各国的新冠疫情等挑战的情况下，仍然为印度人民带来了日益增长的信心。达赖喇嘛尊者还在贺函中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的热情款待和慷慨支持，并强调印度有潜力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了庆祝莫迪总理71岁的生日，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与当地的福伦社、印藏友好协会和达兰萨拉藏人定居点办公室合作，在达兰萨拉的麦克罗赶集镇组织了一次免费的新冠疫苗接种和核酸检验活动。达兰萨拉所在地的冈格拉县县长作为首席嘉宾出席了活动，该县首席医疗官、卫生官员等陪同出席。据西藏境内传出的消息，在中共当局于上月在石曲县温波镇拘捕的121名僧俗藏人中，一名叫格桑卓玛，又名格卓的50岁左右的藏人妇女出现健康状况。消息来源称，格桑卓玛在拘留期间因病危而被送往石曲县医院进行救治，但石曲县医院拒绝提供任何医疗服务。在申请去另一家医院进行治疗时，当地县医院和相关官员拒绝了这一请求。据悉，目前格桑卓玛继续与其他被任意逮捕或拘留的藏人一起被关押在石曲县公安局，至今未获准前往其他医院进行治疗。另外，包括联合国非自愿和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等一组专家于日前联署致函中国政府，对遭拘押和强迫失踪的西藏安多阿坝知名僧人作家果西热嘉措和人情次成的处境表达关切。联合国专家和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信函中共同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提供有关僧人作家果西热嘉措的下落，并要求当局提供对僧人人情次成实施逮捕、拘留和非法判刑的法律依据。2020年10月26号，西藏安多阿坝知名僧人作家果西热嘉措在四川省成都市遭中共当局的秘密拘捕，此后他的安危和下落一直不明。果西热嘉措是一名长期从事维护藏传佛教和西藏传统文化等事宜的僧人，曾出版过多本关于藏传佛教的哲学、西藏的传统和文化方面的书籍，深受年轻一代藏人的爱戴。另一位来自阿坝县瓦尔玛乡郎伊寺29岁的僧人人情次成，自2019年7月27号被阿坝州的警方任意逮捕以来，一直被隔离关押，直到2021年3月23号才有消息显示，他被判处4年半的有期徒刑。由于中共当局管控西藏各地的通讯渠道，有关对他的指控、审判日期和审判法院的信息仍然不得而知。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在结束了对印度教育部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下属的5所学校的访问后，在首都新德里会晤了多名印度政要。
本周一，9月13号，司政边巴次仁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政府教育部联合秘书林琼海斯威特昌商女士和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的相关官员，并与上述官员讨论了剩余6所中央西藏学校的移交程序。当天，司政边巴次仁在驻德里办事处代表的陪同下，礼节性地拜访了印度法务部长基伦·里吉珠先生。在访问赫帕普尔、穆索里、嘎伦堡和大吉林的中央西藏学校时，司政回顾了流亡藏人社区的各级学校，尤其是中央西藏学校所面临的困境，强调要加快进行移交工作。司政指出，他此行是为了评估剩余的6所中央西藏学校的现状，并与这些学校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在对大吉林和嘎伦堡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司政参观了当地西藏难民自助中心、药王山藏医药研究所文殊舍利西藏文化中心。司政保证将为上述中心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此同时，在上周四9月9号第20届国际心理生理学大会第3天的会议上，主办方有史以来首次展示了在印度南部藏传佛教寺院进行的一系列心理与生理学方面的研究结果。世界著名的冥想实践研究者、美国威斯康西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理查德·戴维森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人脑研究所创始人梅德韦杰夫教授、托尼·蒂维德尔博士、达兰萨拉藏医力算学院天文学家丹增洛丹和阿汪庆巴博士等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相续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报告。作为大会的一部分，此次题为“冥想与心理生理学”的国际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俄罗斯、美国和印度等国的与会者。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9月4号至6号在美国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召开了第19届北美藏人协会年度大会。15个美国各地的藏人协会主席和秘书长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深入讨论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和安全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向尊者供奉长寿仪轨，并制定了揭露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同化政策、环境破坏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举行集会、抗议和宣传活动方面的政治策略。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曲英先生、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朱次仁、美国国会议员本麦当亚斯汤先生、议员克里斯·图尔斯特先生、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白马格宗女士、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布琼次仁先生和国际西藏网络主席丹增塔曲先生等应邀出席了会议。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因美国费利德里希脑脉基金会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秘书长扎西顿珠先生于本周三9月15号在威拉德洲际酒店出席了21世纪大曲式为主题的座谈会。秘书长扎西顿珠先生在会议期间会晤了前来参加会议的德国北威州能源部长安德烈亚斯·平沃沃尔特教授。期间，秘书长呼吁德国能源部长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时，提出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互惠双赢的中间道路政策，促使中国当局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的对话。平克沃特部长保证将尽力向中国官员提出这一问题。来自不同组织和大使馆的约40名与会者参加了当天的活动。这场座谈会由费利德里希脑脉基金会和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共同组织。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